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歐斯講呢啲。如果你問我而家喺台灣咁多啦啦隊入邊，邊一個係最靚，或者邊一個係最受歡迎，我未必可以準確咁答到你。但係如果你問我邊一個商演嘅薪酬係最高，我就好有信心答到你。佢就係韓籍啦啦隊員李珠銀。呢條片我就會講下李珠銀點解身價會咁高。另外，點解有人會叫佢做 AI 女神？究竟佢當日點樣由韓國爆紅到台灣？不過喺未開始之前，俾幾條片段大家睇下，等大家喺最短時間認識一下李珠銀嘅魅力。話說喺一次球迷簽名會上面，突然咁多人起哄，原來敵方球迷竟然夠膽過嚟攞簽名。佢呢個反應真係殺死人，唔怪得知對方嘅球迷冒死都要過嚟攞簽名啦。跟住呢條片對李珠銀嚟講都係好經典。話說呢個球迷同李珠銀講：我只係影你一個，但係佢又點會信呢？其實球迷最想聽就係佢呢一句。跟住我哋又要欣賞下李珠銀嘅舞技，係咪跳得好勁呢？再俾多段大家睇下。睇完呢幾條片，係咪有少少愛上咗李珠銀呢？跟住我哋就講下李珠銀係點樣爆紅。第一個原因就係同佢嘅稱呼 AI 女神有關啦。因為唔少人透過相片或者影片見到李珠銀嘅樣，覺得佢嘅樣甜美又精緻，五官嘅比例非常之好。大家覺得佢嘅樣靚得太唔真實，好似 AI 做出嚟。佢喺 IG 上面嘅粉絲曾經用比 AI 還要誇張嘅完美嚟形容佢。當時喺韓國嘅職業啦啦隊圈都真係掀起過一段討論真人 AI 嘅風潮。不過令佢真正爆紅係2024年，佢一段三陣舞嘅影片喺韓國社群網站迅速爆紅。當時條影片影住李珠銀本來喺度補緊妝，但係三陣舞嘅音樂突然響起，大家見到佢喺幾秒之內由補妝放空，迅速切換到專業同埋充滿自信嘅舞姿，將三陣舞完美咁演繹出嚟。好多球迷都讚嘆佢呢個專業嘅表現，而呢條影片更加獲得上億嘅觀看次數，令佢由韓國紅到去台灣。至於李珠銀接商演嘅費用點解會咁高？首先佢係同富邦悍將簽全經紀人合約，咁即係意味着李珠銀嘅商業活動、演藝擴展會受到更多保護同規劃，有機會參與更多高價值嘅項目，例如代言同埋演出。近期就有報道爆出，李珠銀喺台灣接商演，一場達到120萬台幣，折合港幣30萬咁多。佢嘅身價比起台灣本土著名嘅啦啦隊高出10倍，甚至高過另一個韓國啦啦隊員李多慧。據知情嘅行內人士透露，佢拍一次代言費用大概250到300萬台幣。佢收得咁貴，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唔喺台灣定居，每次接到工作都要特登由韓國飛去台灣。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當中所需要嘅成本同埋雜費自然會更高。雖然李珠銀嘅身價咁高，但係想揾佢合作嘅商戶仍然大排長龍。究竟點解呢？首先，只要有李珠銀出席嘅活動，媒體嘅報道量都會極高。好似佢當日加盟富邦悍將嘅記者會，現場就有多達100間媒體出席。呢個受矚目嘅程度絕對唔會輸俾台灣嘅一線女藝人。再加上李珠銀嘅 IG 粉絲突破120萬，隨便一個貼文按讚嘅數量都以萬計。喺相關嘅社群賬號，只要一有佢嘅消息，
互動量明顯就會上升。而當佢喺唔同嘅品牌活動擔任嘉賓或者出席粉絲見面會嘅時候，唔只會見到男 fans，仲會吸引大量嘅親子同埋女性嘅粉絲到場。李珠銀嘅吸引力真係跨性別同埋跨年齡。如果換作你係廠商，你想唔想你嘅產品一推出嘅時候，周圍都人頭湧湧呢？李珠銀線上線下都咁有號召力，難怪受到廠商們嘅追捧。最後同大家分享下李珠銀兩個小故事。第一個就係關於佢喺台灣同韓國做啦啦隊嘅待遇。喺2025年4月，李珠銀同時喺台灣同埋韓國發展，加入咗韓職 LG 雙子。當佢由台灣返到韓國，佢得到嘅待遇真係由天堂跌返落地下。喺韓國比賽嘅時候落雨，李珠銀係要跟喺啲師姐後面，幫佢哋擔遮去擋風擋雨，神情亦都非常之嚴肅。比賽完之後，仲要抱住滿滿嘅垃圾桶去倒。佢嘅打扮係兩條馬尾綁得整整齊齊，好似個小助理咁。對比佢喺台灣工作，有8位工作人員陪同，演出嘅時候總係企喺 C 位，成為全場嘅焦點。唔少球迷買票入場都係為咗特登一睹佢嘅風采。有唔少 fans 見到呢個現象都大嘆：珠銀喺台灣就係女王，但係返到去韓國都只係個小妹。從呢件事亦都睇到韓國同台灣對人氣嘅啦啦隊待遇真係天差地遠。難怪越嚟越多韓國嘅啦啦隊外援加盟台灣。最後呢個故事就想講下李珠銀對做啦啦隊係有幾認真。話說李珠銀原本預定喺2024年 KBO 開幕戰係當 C 位，但係喺賽前嘅2週練習裏邊，因為表演一個滑步動作用力過猛，令到左膝半月板2級撕裂，醫生話最少都要休息4個禮拜。但係佢只係請咗10日假，佢獨自喺休息室敷冰去到凌晨3點。隊友第二日見到佢隻眼又紅又腫，仲以為佢感情出咗問題。後來佢喺直播度講返，嗰一晚佢係第一次想放棄，喊完之後都要爬返起身，因為 fans 買咗票。最後李珠銀都係帶住護膝堅持上場。雖然佢跳完之後隻腳都仲係拐下拐下，但係佢將最燦爛嘅笑容留俾鏡頭。至今佢嘅左膝仍然留咗一道淡疤。啲粉絲戲稱呢一度叫做戰績徽章。總括嚟講，李珠銀喺台灣爆紅係因為佢夠可愛，喺場上亦都表現得非常之專業。喺球場外甚至社交媒體都同啲球迷有非常之好嘅互動，令到佢嘅人氣能夠持續高企。希望李珠銀繼續喺台灣啦啦隊發光發熱，帶俾球迷更多精彩嘅表演同埋難忘嘅時刻。如果你鍾意我呢條片，俾個 like 我，或者訂閱我頻道，撳埋鐘仔，下次出新片就會通知你。拜拜。